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日呢，我想用5分鐘之內嘅時間呢，同大家重溫兩個好重要嘅經濟指標，就係呢 GDP 同埋失業率。咁請同學呢，先預備筆同埋計數機，我哋一齊呢開始我哋嘅溫習攻略。首先咩係 GDP 呢？咁我哋去睇返個定義呢，就係指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喺某一段時間裡面，多數係1年佢所生產嘅產品同埋服務嘅市值總和。咁而嘅公式就係呢，點樣去計算個本地生產總值呢？就係將物品嘅數量乘以市價。咁而個本地生產總值係要將所有物品嘅嗰個市價呢，市值呢就相加先至係嘅。咁特別要留意啦，我哋就係一定要計算本地範圍嘅。咁譬如好似我哋嗰份溫習工作紙咁樣啦，我哋有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去計算呢 X 國嘅 GDP。咁我哋只要呢將佢生產嘅兩種產品麵粉同埋大米跟翻我哋嘅公式去計呢，咁我哋就會計到呢麵粉其實佢嘅總值係50蚊，大米嘅總值係50蚊，將佢哋相加，咁就會計到呢 X 國第一年嘅 GDP 總值就係100蚊啦。咁睇翻條公式相當之簡單。好啦，咁點樣去睇幅圖呢？我哋如果 GDP 嗰條線啊，好似呢幅圖咁樣，係由左至右咧向上升嘅，其實就反映咗咧呢個國家佢嗰個經濟表現咧係良好，係表現佳嘅。咁但係如果相反啦，我哋見到嗰條線咧係由左至右咧向下咁滑落咧，咁其實就相對係反映咗呢個國家佢經濟係不景氣，係唔好嘅。另外咧，我哋都要去計算咧嗰個嘅 GDP 人均 GDP， 咁就係咧將 GDP 咧嘅總數除以人口，呢個數值其實係可以反映咧居民嘅平均收入水平同埋生活質素嘅。咁第二部分我哋去睇下失業率啦。咁呢度咧值得留意嘅就係咧，我哋要分清楚乜嘢係勞動人口。咁大家要注意下，15歲以下退休人士同全職學生，即係你哋都係唔屬於勞動人口，記住咧唔好計落去啦。咁我哋睇翻嗰份溫習工作紙嘅例子，去計算 A 國嘅失業率。咁呢度咧佢有俾咗數據你，包括咗就業人口、失業人口同埋15歲以下嘅人口。咁頭先提過你啦，呢一個嘅15歲以下嘅人口咧係唔需要計落去嗰個勞動人口，呢個係一個陷阱嚟嘅。咁你睇翻個公式咧，小心咁代入咧，你其實就好快會計到，跟翻個步驟會計到 A 國咧嘅失業率就係9.1%。咁記住啦，退休人士、15歲以下嘅人同埋全職學生係唔計落勞動人口嘅。咁而我哋睇翻嗰份工作紙，我哋計到咧 C 國個失業率咧係3.6%。咁我哋可以睇到啲乜嘢咧？其實我哋去睇呢幅數據呢個圖啦，或者數據咧，我哋會見到其實失業率咧可以反映到勞動市場嘅狀況。當失業率係越低嘅時候，代表咧呢一個國家咧呢個地方佢嗰個勞動人口嘅就業就係多嘅，相對多啲人有嘢做嘅。咁佢多人有嘢做咧，佢賺到錢佢就會去消費。咁所以咧，相對嚟講，佢個 GDP 咧就會上升，而佢失業率相對就會下降啦。咁嘅結論就係失業率越低，經濟就越繁榮。咁我哋之前咧介紹咗3個公式，包括咗 GDP、人均 GDP 同埋失業率。咁請同學咧都努力去重溫。咁相信你識背公式，你考試咧小心咁樣去將嗰啲數據擺落去咧，你係會計到正確嘅答案嘅。咁有4個位要特別去留意咧，就係只要避開呢4個陷阱咧，你就會可以避開嗰啲扣分位，相對嚟講就會攞到好成績啦。第一，我哋喺計算 GDP 嘅時候咧，記得要將所有物品佢個市值咧要相加。第二，我哋計算失業率嘅時候要注意個分母係勞動人口而唔係總人口，千祈唔好撈亂。好啦，第三呢度咧我俾埋公式你。第三，我哋都要去睇咧個邏輯咧要清楚。當經濟好，消費多，生產就自然會多。咁生產多咧，個 GDP 就會上升，而個失業率咧就會下降，相對就會低啲。咁最後啦，就係我哋計算結果
計完之後呢，我哋記得要寫上返嗰個嘅價錢，嗰個 percent 或者係嗰個數量嘅量詞，咁記得啦。只要咧大家努力咁樣去背熟個公式同埋咧個邏輯，咁其實溫習嘅時候咧就一啲難度都冇。喺呢一度咧，我就祝大家考試順利，我哋下次再見啦。